南投世界地球博览会，唔但会当品茶买好茶，嘛会当来体验到农业上新的科技。到伫个智慧农业馆展示到农用的无人机，大人囡仔拢来耍无人机，耍甲真欢喜。 工作人员来看假，民众亲身来控制小型的无人机，看敢会当顺利通过圆窟啊。虽望要控制真困难，不过挑战的过程是真趣味。有点难。怎么说？到处乱飞呀、不好操控。不好操控，为什么？乱跑乱跑。 这是智慧农业馆特别安排的体验活动，除了推测无人机伫农业的应用，嘛让民众亲身体验操作的原理。我们是来自于小半天休闲农业区的一些好朋友哈。那我们休闲农业区里面有6位有双证照，就是有农喷，还有一个飞行执照的一个驾照哈。所以我们特别在查埔的时候，我们来做智慧农业的无人机的推广哦。食好第一个体验智慧农业，嘛让人看到农业科技创新的发展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